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CV Channel 啊！我係一排，我係 Kara。我哋咧趁住呢個復活節假期咧，就去4日3夜張家界旅行團。我哋依家咧就喺西九龍呢個高鐵站。鐵，因為真係好多人啊，搭巴士搭的士過嚟都有啲塞車。如果旅行團嘅朋友記得要響 B2 集合完先上返 B1，用回鄉正當車飛入閘。過完關之後，我哋就喺度等上車啦。大家記得提早時間排隊，咁樣就可以擺到行李響有利嘅位置。準備好晒之後，我哋旅程即將開始。呢架車呢真係好快噶，時速最快有350公里。由於車程都有6個鐘啊，而多數嘅團都唔會包伙食，所以記得帶定杯麵同埋凍水，或者呢幫襯車上嘅美食。車上嘅飲食呢，可以經過服務員購買啦，亦都可以經過 Apps 買，嗰度就會多啲款式嘅。但係注意都會有機會會線路繁忙噶，呢個時候呢，就需要去到餐卡買嘢食啦。雖然係貴咗啲，但係內容都非常豐富，相當飽足。如果列車需要轉向嘅時候呢，都要麻煩自己動手踩個腳仔。話咁快就到埗啦，一落車就受到熱烈嘅歡迎，當地嘅居民打鼓贈慶，歡迎我哋過嚟參觀佢哋嘅家鄉。第一站我哋就去參觀大榕古城。張家界市有名大榕，呢個有600多年歷史嘅舊址上邊重建嘅大榕古城，即係有着非常濃郁嘅民族風情。而古城嘅側邊呢，就係呢度嘅父母河麗水。喺呢個南門口嘅左邊就係我哋今日食午餐嘅地方，而當地嘅土家族阿姐小阿哥就會用呢南門酒去歡迎呢度嘅賓客。而嗰啲酒呢，就係一啲濃度唔高、甜甜地嘅糯米酒。今餐都算豐富，但係啲海鮮同雞就比較遜色咗啲。好在有得飲當地嘅啤酒爽一爽。下一站我哋就去土家族嘅布達拉宮72騎樓。一落車嘅時候都望到天門山，希望去嗰日有好嘅天氣啦。門口都有特色嘅奶茶飲，之後我哋就經正門入去啦。門口已經人頭湧湧，相當之有氣氛。一入去呢，亦都有好多穿着民族服裝嘅女仔出嚟同大家照留念。呢度都佈置得古色古香，好多打卡位，亦都有好多特色店鋪同埋可以飲酒訂酒碗。食完臭豆腐之後，我哋就欣賞呢座世界級嘅吊腳樓，真係好特色，加上呢啲魔幻嘅燈光，真係有絕美嘅夜景啊！車園區當然亦都有種種唔同嘅表演啦。最後大家一定要留低睇埋，我覺得最好睇嘅火焰舞嘅表演，隔住個瀑布都感受到個熱氣逼人啊！之後我哋就返酒店啦，我哋2晚都係住呢度，除咗隔音差啲之外，呢度都幾舒服。瞓醒一覺之後，我哋食過早餐，就開始我哋第2天嘅旅程。我哋就嚟到張家界森林公園，第一站我哋要坐巴士去搭白龍天梯。一落車就見到好宏偉嘅白龍天梯啦，但係都非常大雨，大家都好狼狽。排咗咁耐隊，當然要喺呢個觀景台影下呢個神兵聚會啦。而最大嗰個就係將軍岩。我哋又開始排隊啦，排咗半個鐘，終於上天梯啦。各位來賓，我們正對面的那一大片草原的10公里，就是張家界的著名景點之一——張家列隊。都說張家界名有神仙，我們對面的山頂上就是神仙居住的康莊田園。那裡生活着世世代代在山頂上耕作生息的土家族老百姓。
各位來賓，電梯馬上就要到站了，感謝您乘坐本列電梯，同時還要提醒大家，森林特級防火區內。坐完呢個世界第一梯之後，我哋就開始遊覽袁家界景區啦。我哋就去前邊停車場搭巴士去迷雲台。非常之感恩啊！嚟到一個重點嘅景點哈利路亞山嘅時候，又冇落雨啦。我哋講緊放航拍機睇下周邊嘅美景啦。呢個被譽為阿凡達潘朵拉星球嘅哈利路亞山呢，就因為呢度呢有好多支垂直節理切割明顯有150米高嘅獨特奇峰。我哋就欣賞下周邊嘅美景啦。之後呢，我哋就繼續出發。行到前少少呢，就有條空心嘅鐵橋，嗰度就可以望到一枝獨秀嘅乾坤柱。佢前邊有座山，有4個人頭，就好似100蚊人民幣一樣。而前邊有條石拱橋，就係天下第一橋啦。之後我哋就行返去停車場附近食午餐，午餐都相當之豐富，可以試下店鋪特色嘅白羽烏雞。仲有好好味嘅炸豬扒同埋南瓜餅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就繼續出發搭巴士去天子山。第一站去嘅賀龍公園就係紀念白族元帥賀龍嘅地方。我哋就響前面嘅空地放航拍，睇下周邊嘅美景啦。響度望過去一支支嘅山呢，就係叫北峰。而呢度都有座特色嘅仿古樓閣天子閣。想去睇仙女散花嘅時候，發現起晒大霧，原來仙女沐浴起晒霧氣，乜都睇唔到。之後我哋就坐巴士去天子山索道，搭纜車落山。窗外嘅風景都好靚，如若仙境。落咗山之後，我哋就搭巴士去正門，搭車去食飯嘅地方啦。喺門口，店員都有熱烈嘅歡迎儀式。我覺得今餐係最好味嘅，樣樣餸菜都好入味，特別係嗰台北土豬，嗰個條魚都大條好多，佢桂花白糖糕都好好食。琴日輪唔到我，今日終於輪到我試下呢個高山流水連續飲酒啦。所以飲酒嘅朋友都可以嚟試下，飲到佢哋唱完山歌你就贏啦。之後呢，我哋就返酒店好好休息，準備聽日行天門山啦。第二天我哋就搭巴士去到天門山腳，去到嗰度持票入場。呢個安檢係會檢查無人機嘅，大家要注意。嗰度亦都有天門狐仙，一套講述人與狐仙相戀嘅舞台劇。去到前面亦都有索道帶我哋上天門山，窗外都可以睇到呢條99道彎通天大道。但越上就越大霧氣，都心知不妙啦。睇下上到去睇唔睇到天門洞啦。真係乜都睇唔到啊！但係其實望落去真係好高噶，你望下側邊嘅柱。我哋沿住福元棧道繼續前行，終於到天門洞啦。雖然乜都睇唔到，霧散咗啲啦，終於睇到條梯啦。呢度可以選擇搭扶手電梯，或者步行999級上天梯。首先我哋搭7條登天門扶梯上天門洞，上到洞口之後，等我都行落少少，扮下嘢，體驗下呢條天梯啦。終於嚟到天門洞啦，雖然好大霧，但係都隱約見到呢個天然溶洞有幾大幾宏偉。最後我哋搭多5層嘅穿山自動扶梯上山頂，之後我哋就行呢條高空雲廊去拱桐園啦。原本好高嘅，但係真係好多霧，乜都睇唔到。如果怕高嘅朋友呢，其實都有林間小道選擇嘅。我哋繼續喺霧中前行，終於到達啦。
右邊呢，一級級樓梯上去呢，就係玻璃棧道入口啦，俾5蚊去買個鞋套，跟住行呢個玻璃棧道嘅。排完隊之後，我哋就開始行呢條只有100公尺嘅盤龍崖玻璃棧道。佢係建於一個垂直嘅崖邊，如果冇霧氣嘅話，透過咁透徹嘅玻璃望去，真係有啲驚㗎。行完玻璃棧道去返起點嘅時候呢，我哋就開始行呢條吊索神域去索道站啦。前邊亦都有條遲啲會開嘅徒步索道。我哋依家就坐呢條超長嘅纜車落返市區，沿路都可以欣賞到天下第一公路奇觀。我哋坐咗足足20分鐘，終於到達終點站啦，真係抵玩。落到山繼續食午餐啦，豆豉扣肉我真係第一次試，而我覺得最好食都係蒸水蛋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就去參觀下有世界吉尼斯之最嘅土司城。入到去嘅時候，都會有當地嘅講解員講解一下呢座土皇帝嘅宮殿入邊有咩特色，亦都會帶你行下皇帝嘅後宮同埋庭園。呢度亦都可以買特色嘅朱砂。之後我哋搭車去鳳凰古城啦，途經都經過芙蓉鎮，經過3個半小時車程，終於到達鳳凰古城嘅酒店啦。嗰度嘅雞都幾滑，亦都有得食特色嘅蕨菜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都上房睇下我哋今晚嘅酒店啦。酒店因為冇房，都俾咗3人房間我哋，都十分之寬敞。而呢間酒店最大特色呢，佢就係有個智能管家小 T。小 T， 打開燈。好的，燈光已為都幾幫得手，幾好玩嘅。雖然有時佢都會扭計。之後我哋就跟當地嘅泡菜導遊搭穿梭巴士去苗族嘅不夜城鳳凰古城。古城喺呢個燈光映襯之下，真係十分之美麗。途江當中都有唔同嘅表演，亦都吸引咗好多人着當地特色服飾去拍照。而我哋都留下唔少嘅倩影。想挑戰下平衡嘅朋友都可以行下石樁或者木橋過江，但係真係要小心人多擠迫跌落水。食完早餐之後，我哋就從南華里入口去參觀下朝早嘅鳳凰古城啦。經過鳳凰廣場之後，睇睇展覽館，我哋就行入呢個古色古香嘅東正街。前頭亦都有朱鎔基領導人立嘅牌坊。轉右進入中營街，可以參觀唔同名人嘅故居。之後就會經過有錢人出入嘅地方東門。之後就經過園區最靚嘅廁所，可惜打掃當中，我哋繼續前行。嚟到有個付費嘅深深打卡觀景台，之後就到達虹橋。相傳如相愛嘅人手牽手過橋，就會白頭到老，永結同心。過橋落返去江邊，亦都有個好靚嘅打卡位置，而前面更加可以坐船遊覽一番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都用航拍機遊覽下周邊嘅美景啦。呢度除咗有個好特色、好靚嘅虹橋之外，沿住呢個方向過去都見到好多特色嘅橋。而虹橋嘅另外一個方向就會望返我哋琴日睇夜景嘅嗰邊。之後呢，我哋就行翠翠街，呢度賣嘅商品都有政府保證，就係買得安心放心嘅地方。喺度買貴重嘅銀器都可以放心，我哋都買得盆滿缽滿，買得好開心。最後我哋食碗牛肉麵之後，就差唔多時間要去搭高鐵返香港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